大家好，我係美聯物業嘅 Larry。港島區嘅供應一直罕有，既擁有成熟嘅社區配套，當中特別以港島東區嘅宜居性最令用家受落。太古地產港島東新盤海德園，位於柴灣中巴車廠舊址，為近年同類市場上面罕有新盤，係港島東區近20年全新大型住宅地標，地理位置優越，鄰近東區走廊同埋東區海底隧道等主要幹道，無縫連接港九核心地段。逾300間跨國企業聚集嘅國際核心商業區太古坊，以及港島區最大型購物商場太古城中心，亦都係近在咫尺，大大提升港島東嘅投資潛力同埋自住價值㗎。交通方面，海德園鄰近港鐵柴灣站。海德園為交通總會上蓋住宅項目，項目地面層將興建公共運輸交匯處，周邊亦設公共運輸落客點，提供超過40條巴士同埋小巴路線。一個燈位連接東區走廊，只需要10分鐘車程，直達太古坊同埋港島最大商場太古城中心。商場總面積大概有111萬平方尺，匯聚於170家優質商戶。揸車前往金鐘同埋中環核心商業區只需要15分鐘，經海底隧道前往西九龍高鐵站、香港國際機場同埋各個跨境口岸，亦都相當方便。瞬間來回港九核心地段，住戶既可以擁有城市嘅生活便捷，同時鄰近香港自然風景名勝，例如郊野公園同埋2大著名海灘。住客揸車到去熱門嘅郊遊地點，例如龍脊苑足徑、石澳海灘、大浪灣、石澳郊野公園同埋大潭郊野公園呢，都只需要20分鐘，盡享無與倫比嘅體驗啊！海德園附近著名學府林立，包括港大同學會小學、法國國際學校，小學為16區校網，有多間學校喺全港100強小學中榜上有名，係子女升學嘅唔錯嘅選擇嚟㗎。海德園由3座住宅大樓組成，項目佔地面積約10萬平方尺，總樓面面積約70萬平方尺，提供850個單位。標準單位實用面積由400平方尺至到1400平方尺不等，以空間寬敞嘅2房同埋3房為主，同時提供限量1房同埋4房單位，以及大型豪華特色單位，滿足唔同嘅住戶需求。項目設施一應俱全。大型住客會所 Club Headland 面積大概有8萬平方尺，提供咗約30項頂級嘅健身設施同埋休閒設施，以及約4000平方尺嘅戶外綠化草地。項目嘅第一期係由第2座同第3座所組成，提供592伙單位，預計嘅關鍵日期係2026年嘅8月31號。第一期單位採用智慧型佈局規劃，預計近90%單位可以享有觀景角窗、前迎維港入口，住戶飽覽南塘海峽、鯉魚門同埋九龍東嘅環迴海景。而項目本身有車位243個，比例高達1比3.5添啊！市區新盤嚟講，車位配套係非常之充裕㗎啦。生活配套方面，柴灣擁有多個大型商場，提供充足嘅生活要素，日常生活所需唔成問題㗎。柴灣區內較大型嘅購物熱點，新翠商場、環翠商場、小西灣廣場同埋南灣廣場等，匯聚人氣食肆、潮流服飾店、連鎖名店，盡享消遣購物選擇。藝人張敬軒喺2020年一口氣買咗4個相連單位去做一個工作室，涉及金額達到2750萬㗎。而其實柴灣工業區近年都改變唔少㗎，有唔少嘅文青咖啡、啤酒廠、Art Gallery 進駐柴灣工廈，甚至 Mercedes-Benz 都選擇喺呢度開返個 showroom 添。海德園項目嘅發展商太古地產向來致力於優越地段打造一流嘅發展項目，一直憑住具遠見嘅設計、優質嘅設施配備、出色嘅物業管理、便捷嘅交通網絡以及完善嘅空間規劃，無論係太古城、澳船定係 Extra Street， 均體現太古地產對創新設計同埋卓越物業管理嘅堅持，成為香港私人屋苑嘅典範。對項目有興趣嘅朋友，不妨聯絡我哋前線同事去了解多啲。